台湾的厝价是愈差愈悬，上新的统计指出讲，去年第四季咱个人买厝的贷款平均已经超过970万哦，创历史新高。业者是表示讲，咱国内的钱是真多，经济嘛袂歹，所以股市甲房市隆起。市立路口大百家买厝广告满世界，有的宣传交通方便，有的是以低的投期款甲小变数来做推案的主流。因为厝价大起袂过降，互民众买厝的压力愈来愈大。如果是家里没有支持的话，当然比较不容易。但是就是先做一些投资，然后未来有机会的话会买房子。你首先你要加入一个有前景的一个行业别啦，才有办法，不然的话，这个买房子确实越来越困难。根据联定中心统计，去年第四季交房贷的人，每一个人平均房贷的金额是970.5万块，对比2022年第四季的885.3万，今年是加出85.2万。然而，2022年第四季平均的房贷比2021年同期加18.7万。拄开始交房贷的人，还款的压力明显加重。房产业者就表示，国内热钱是真够，加上经济表现袂歹，推升股甲房价来起。有些人他其实赚的钱，他会想说把钱放在一个比较保值的一个地方，其实很容易就是会回流到不动产市场。那以现在的一个预售，每个月揭露都是接近1万户的这种市况来讲的话，其实建商卖得又快又好的条件之下，短期之内并没有什么一个降价的一个趋势会出现。陈景德表示，虽然政府推出平均地权条例，有效压制短期的投机行为，不过在台股直直创关之下，通货膨胀以及甲民众以及房价起的因素之下，已经让最近房市出现上热的警讯。那民众买厝能力无明显提升，敢若透过长期的房贷来买厝，未来唔但爱面临还款的压力加重，而且会愈行愈久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